倒粪扫爱细字发生伫花莲一带呢，资源回收的粪扫车昨暝呢，哪驶哪出白烟，可能是锂电池呢吸收了后才会出火。啊，这个清洁人员就赶紧将这回收物拢总甲倒出来了，赶紧就拍火。相关的单位呼吁讲，这个锂电池啦、行动电源等等5度类物件，袂当直接弹入这个粪扫车，那违反的人相关会使罚6000块。 警市长一直在试，粪扫车的车道清出着大量的白烟，现场冒烟散布。昨暗8点，花莲市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经过花莲市国府23街，后车道向青烟导火，加速悍将粪扫车插伫路边。 清洁人员还将车道内回收物品倒出来，却被吸收一个转变回收车。民众抛出卫兵讲，敢若个是电池关系。接到同仁的通报之后，我马上就联络了我们的夜班班长，我们就一起到现场去看。疑似为一个串联的锂电池发生了火警，那现场有同步火调科人员初步勘查。那锂电池相关单位过去特别选择过几礼拜，有5大类的物品要当直接弹入粪扫车，包括着行动电源、灭火器、压缩管啊、香菇、甲金纸以及高压力管啊。若是无做好分类，相关会当罚6000块。我们原则上是放在这一格里，好，就在这一格里面。 花莲市清洁队长讲，其实回收车拢有设电池回收桶，呼吁民众伫咧回收的时，应该将这款物件另外交予清洁队员，未来也会加强宣导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